来继续来看是这个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伫台湾时间半暝1点，向英国的国会来发表着视讯的演讲。而这场历史性的谈话，泽伦斯基是来引用着英国的前首相丘吉尔伫2次世界大战的演说，讲乌克兰一定会奋斗战到底。英国的首相强森嘛来承诺，会继续支持乌克兰一直到战争结束。泽伦斯基除了展现着乌克兰人的严硬之外，嘛伫个人的 IG 发布着影片，以春天的势来鼓舞伊的百姓，讲这个乌克兰一定会战赢。英国国会下议院一个甜，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特别透过视讯发表演说，嘛变成有史以来头一个伫英国国会演讲的外国领导人。Битися в лісах, полях, на узбережжях, у містах і селах, на вулицях. Ми будемо битися на пагорбах. Я хочу від себе додати, ми будемо битися всюди, на териконах, на березі Кальміуса і Дніпра. І ми не здамося. 伊引用经过2遍世界大战的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名言，讲乌克兰绝不屈服。大家拢真感动，站起来拍扑啊！英国首相强森更加表示讲，会继续提供人道救援甲军事协助，一直到战争停止。不过，伫乌克兰国内共发生真侪残酷的事情。Маріуполі вперше за десятки років, вперше, мабуть, з часів вторгнення нацистів, від зневоднення померла дитинка. 比讲前的南部都市马里坡断水断电，民众排咧等要提水，腰搁兼寒。Пішов сніг. Ось така весна. Ну, яка війна, така й весна. Сувора. 各地拢真危急，泽伦斯基搁家己拍影片，显示人伫基辅，并且以春世国的人民，乌克兰一定得到最后的胜利。What to say to Americans? I just want you to feel and to understand what does it mean for us freedom. 除了国内事件，泽伦斯基切接受美国媒体专访，讲伊对着加入北约已经无啥兴趣啊，因为战争爆发以来，北约规避冲突甲争议态度，所以无想要搁激点。不过俄罗斯听一个条件内面要求乌克兰承认乌东分离地区独立的地位。泽伦斯基表示讲，希望我会使直接甲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对谈。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